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屏东一间电信行的女员工，顶礼拜四暗时下班，有人塞车故意甲弄，然后甲掠你走，甲杀害，甲尸体甲弹掉。其实哦，进前这个嫌犯有咧甲军装咧甲骚扰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女员工就来报案，但是因为双方非亲非故，都是毋是亲情嘛，毋是朋友的关系，所以无法度申请保护令，结果发生着这款的遗憾，所以家属就找立委来တင်情，希望还阁卡伫立法院的军装骚扰防治法赶紧三读通过，互警察会当介入来办案，莫阁发生这款的悲剧咯。相片笑甲甜宝贝的查某囡仔已经红害死。伫咧屏东电信门市上班29岁詹小姐，4月初8扣人压走抬死。适应的凶手因为介意对方，定定甲哥哥甜。詹小姐嘛捌报案，不过煞因为毋是关系人，无法度申请保护令，才会发生危险的代志。互家属真切心找立委တင်情，希望阁卡伫咧立法院的军装骚扰防治法会当紧三读通过。跟踪法或是骚扰法的话。像如果证据确凿，一下子进去就4个月、半年，让他没得交保，或是说一颗罚金，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啦。亲像安尼，从军装变做社会案件。2017年12月，一个世新大学查甫大学生，嘛因为介意一个含妹，总改对调调，这个含妹爸爸报案过。所以因为无法令，互警察会当介入办案。查甫大学生尾仔摕刀仔甲对方堵，真侪国民党立委下晝就召开记者会，骂迄军装骚扰防治法袂当阁拖。跟台湾比较邻近的日本、新加坡也都先后的通过了相关的立法，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在今天的记者会大声的疾呼，悲剧不要一再发生。对于各界拢伫咧注意的军装骚扰防治法，内政部长徐国勇嘛来做回应，讲即马草案已经伫咧立法院审，政院版本嘛伫咧行政院审核，会叫政委去调，希望审核会当紧送到立法院审查，互即个法案紧通关立案。